世代咩資訊知識咧都係靠網絡，於是睇書成為咗極罕見嘅畫面，買書咧更加係消失緊嘅行為。咁所以咧，當聽到有人話搶購書，我都好好奇，到底呢本係咩書呢？原來出版近半世紀嘅香港街道地方指南宣布，明年2026年係最後一期50週年紀念告別版。咁之後咧就完成歷史任務停產啦，為紙版嘅地圖書畫上咗句號。但因為絕版，咁好多人咧都爭相購買嚟做紀念啊！有翻咁上下年紀嘅駕駛者、職業司機、速遞員或者街上跑客嘅推銷員，一定會認識呢一本地圖書。以前冇 Google Map 冇高德地圖嘅世代，大家都係手捧住地圖書，記住每一條路、每個彎位、每盞紅綠燈，去揾自己嘅目的地。因為路況會有變啊，咁所以地圖書咧年年都出新版，一到年尾大家就會去買新書。有啲媒體咧為咗做宣傳，更加將書擺咗喺油站嗰度免費派俾司機。90年代冇導航，呢本地圖書就係無知嘅救星，更加係職業司機嘅必備工具。由於裏面咧仲有全港嘅巴士路線啊，連揸車但係工作需要周圍跑嘅人咧都會買翻本。我係個駕駛者，諗翻轉頭，每次去陌生地方之前，先揭下個地圖，記住每一條路線，然後就揸車去一兩次咧，你就會記得路噶啦。因為我哋係用腦用眼去認路。相反，如果慣用導航，開車之前輸入個目的地，之後就跟住箭嘴行，個腦冇喐過，走幾次咧都係要靠翻個導航㗎。咁所以咧，科技係好，但有時候太依賴科技，腦袋嘅記憶功能咧就會慢慢萎縮退化。記住，科技只係輔助，人先係主體。下次開車不妨熄咗個導航，用腦袋去認路，用眼睛去揾路，甚至開口去問路，或者你會發現沿途風光更加美好。